现在疫情这么，开始好像有点严重哦，然后大家来这里，蛮高兴的。我以为本来想说今天没有人，因为我发现疫情有点严重，一点高雄有好几个地方都有，所以说很高兴大家来这里。然后今天又是新的一个年度又开启，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祝福大家过年新年快乐。啊，今天是由柯博荣来，他是很厉害的台语师的老师，他来过多讲，他专门写台语诗，他台语诗写的非常好。他等一下他会分享，然后有什么问题，有关台语诗方面的问他。好，我们现在欢迎柯博荣老师。我个人主张吼，讲就到到就台语，OK 啦，OK 啦。欢喜吼，这应该是我来讲一个南都这个这个第二届人当节，应该是人当节，人当节。我一单无过来讲，我真欢喜吼，过来咱来遮爱甲高雄的乡亲，咱来选举咱乡亲来去，来小解我的台语诗。我即道题目是台语诗意象定义。是讲即个题目有较大啦，我是讲掠我家己个人创作会做几项较大的方向来讲，用我的诗做一个较简单的小解安尼伊讲写诗的技巧无讲理解，在我认为。虽然讲我怎讲，我无咧写华语诗啊，我较少咧写，较少咧写就讲，比如讲有个人交稿，需要华语诗，我较有写华语诗。较会是讲，像我最近我去年出的一本诗集记2022一本诗集内底，佫有一部分较10首左右，我是先写华语诗，较会换做台语。这算讲即个题算较特别。所以伊讲在我认为讲写诗是无分理的。来讲你要用台语，你要写台语就对啊。不管是台语诗也好，台语文也好，你你爱使用是文字嘛，文字你得用台语，爱用台语而且即个台语台语的文字的部分因为毕竟台湾是算小众市场，市场较矮，而且伫个战后，咱们伫讲战后开始，有人咧推采即个台语，咧推采的过程受到足侪破坏，就是因为文字的问题。伊遮一套，伊遐一套，安尼，台湾电视伊用的迄套，是我汉语的部分，所以讲对战后一直到即嘛，几十工啊。50工啊，佫伫遐咱大，真无简单教育部会当伫个2000年统一起来，甲拼音法也有有台语罗马字拼音法，佫有一个推荐用字，差不多上届早期是有700字啦，了后像即马教育部伊佫有一个闽南语的台语词典，伊的词典了后，内底差不多应该几啊千字啊啦，词也好，字也好，拢有这查。当然较少安尼讲的，较少安尼讲的，教育部伊这个词典伊就无申请，所以就爱找民间的团体互伊所开发出来的词典。伊讲我认为台语就对啊，甲华语伊的文字的问题，伊的文字就对啊，差不多70%是用同一个字，70%。所以有时阵就都袂上，特别一字较绝，只讲伊是用台语较，是用华
华语读，无共字的较少3声，无共字较少3声。所以有时阵人讲哦，台语做歹学，你著学伊3声，出个了袂啊？出个文字拢共款啊，只不过你会晓读即是比如讲想台语想是国语，搁差一只即个文字拢差不多是拢文字的部分较是安尼爱用台语的文字，搁一个就是台语语法的思考，因为咱写华语诗，自然就用华语思考，因为我应该从是我啦，咱自细汉所学的是着华语的教育嘛，像你讲做囡仔伫后不准讲方言的，我拢行过迄个年代，即摆开始台语开始慢慢浮头，我伫咧2公3年开始学，开始学安尼，一直写到即摆，就是用台语思考。介一个即个问题是介一个跨界的朋友，伊之前是写华语的，来过出来写台语，来讲因所落笔的，从因的排列组合，诗也好，爽也好，拢无要紧，因的排列组合，就是华语的思考。因为文字会当伫书店内底去查，伫里面查，但是语法你定爱第一项就是爱看册啊，爱看台语册啊，咱台语语法安怎写？第二就是爱较时大啊，时大啦，无一定是时大，无一定是家己会晓母，搁慢慢开始去描哩，然后描到遐后尾甲伊开讲，伊去开始正版的台语。台语讲法伫遐内底讲，基本我华语就是安尼讲，台语才是安尼讲，语法的部分伫遐学，开始请到前版，即个部台语先要写出来，然后第一个台语的文字，第二个台语的语法的思考，好啦，因为咱文化的根本就是语言嘛，互咱一切印象。感情思想真正以心态的语言来，无解是叫做语言的创造一个艺术品，然后咱若一般咧写文章啊写诗啊咱若算我个人认为啊，你若要写到一个靠谱的写来对嘛？你就是爱写甲咱即个土地有牵连的，甲咱即个土地，无你若来讲无病呻吟啦，风花雪月，即个诗因的地道较薄，就是有诶阵就是强说愁即种，拢诗人拢会安尼强说愁，多愁善感。来讲，耶稣好诶过能，你若像我咧录音，我差不多我所录个，伫我个人感情诶部分，少，所以我坚持写落去，袂写毋写坚持。我写到土地，爱亲情我都袂敢写，爱情诶部分我就写下去。我来分享即段话即段话是一个白秋，白秋是一个我欣赏的一个神版。白秋伊互伊的主题应该甲余光中是因家己的，比余光中较少人识，伊有讲过伊的诗是安怎的，就语言扭曲、捶打、拉长、压挤、掌碎，开始零碎，安尼透过即种重新拢就是重新甲排列组合了，每一个形象都能够附在我们的思想。来讲，是个生文字游戏，而且诗人安尼写了后，读者伊心内嘛是会领会，使读者的思想活脱脱的呈现于文字的结构里。就讲读者会当读着伊的诗了，会当去感受着，强烈的感受到所以即种写法的，佫多一个虚华的文字，佫不对，而且佫能够深刻的韵味，
想象力缜密，致力探讨生命。这是我对白秋这个先拜白秋老师，虽然讲我无看过伊一直无机会了解伊我做欣赏伊的诗，台湾一直是写华语，也是爱伊算伊先拜，迄阵因到尾仔是有创立第四康的，第四社也是伊做一直创立。伊嘛是写台语的。台语较少。台语较少。白秋台语较少。口语较少。佫有一点，刚刚问了，像我拄仔讲个遐，你的语言咱的语言经过扭曲或捶打了，有像伫华语来写，我感觉足简单，因为华语伊的语法伊咱是一字到一字，一字到一字安尼错误，咁就算台语，因为台语台语伊的语法内底，你若用一字到一字斗对吧？会走偏去。会乱掉，因为台语无一字，而且台语是声音的语言，你听念出来，人较知影我意思是啥物。比如我写台语是看无念出来就听，原来是安尼，念出来你就知。华语伊会当用传，就去感受用意思的美感就对。但讲台语，你甲看有即摆我感受袂着，爱念出来。所以台语是种声音的语言。我应该是前几个差半单节，我有着李国清老师伊甲我讲，爱甲生活的语言变做诗的语言，这就是阮咧写台语诗上介好的事。所以伫台语诗，你若看较早的台语诗，因的语言都是生活化，但是讲怎讲？伫个战后，因为要推杀这个台语的精英。所以遐个先辈，因所写的台语诗拢较浅白，甚至讲那种阿文道，会当安尼，我即摆写一首诗，我现场我就会当朗读出来，互大家拢听有，随感受。所以，诗的味就较少，无讲是较无法，因为特别你要阿文道就对，会受到伊的文化的所现在是。无受到任何约束，所以伫个即个迄个时代过，比如讲，我拄仔说个先向阳老师第二个讲民众，伊种个诗，较早迄个年代是足好个，伊种诗了后，即摆写要够粗浅，收过粗浅去，但讲第二个我就是因迄个年代就是安尼，要写拢台语诗的时候写较浅白，互大家看有。经过1990年以后，开始有一个新的诗人出来开始要写台语诗，应该是追求诗的美学的方向。我伫2003年开始写，所以我这张市左右。了后，因为我是2003年开始学，所以我拄仔对着一番声。因为我开始咧学写台语诗的时阵，认真讲我是看华语诗看较济，甚至讲华语的一寡理论的册，开始教人安怎写诗、安怎创作的册，因拢是华语诗。我看一部分的册，做大量去读，大量去读。等到台语的册，我读较个拢是咧学习伊的文字。因为虽然讲我从细汉我就讲台语，但讲有足多足水的台语，我讲是袂晓讲，咱毋知影。较早古早时代，咱古早时代、农业时代迄阵，阮阿公迄个年代伊的台语讲，较水过会当伫个现代摕来做运用，甲现代做结合，嘛是拢足水的结合。所以我咧看台语册无，我拢是咧学文字，学习文字，咧背遐字甚至讲，拢无文字的时阵，
到尾就是我家己来创造新的台语词出来，安尼。这是我个，这是我较个人的一个创作吼的想法内底是安尼。有个人讲是你着爱遵照，着遵照现有的台语安尼。然后现有的台语是无可能表达我一句话是，我会去创作一个台语词出。这是我个人的坚持。当进步较少。当然我应该是在讲，是日常生活，咱咧讲的话来。头尾咱讲足白的话生活语足白的话，来讲咱甲中心甲台语词汇导出来，就是种诗的语言，变成诗的语言。这是我咧一直咧追求的一个台语诗。就讲意象咱在座有意象甲金融相关两样。这我有熟悉个想着，因为我写过诗，咱毋知影讲，咱今年我写过诗，现代诗。我写过语。OK， 对再个，一点点袂啦，迄个，我写过诗，现代诗，简单写，就讲一般咱讲诗就是要求爱意象，要有意象。意象地方就是一般当然就是以外口看会到所在，看会到的物件来形容咱心内，思想是看袂到，来表达咱心内的思想，这个意象。所以，我有一个教课因为我有去线顶有咧教，我就来讲，写诗只能用动词，用形象文字，形象的词。不要用抽象词。抽象词要用，除非你要用一种修辞格来讲，转化这个修辞格，形象化的部分，这个修辞格你看来抽象的物件，抽象东西，听讲。比如讲咱抽象的，我举一个，我嘛就来讲，风花雪月这山明水秀，这个地方山明水秀，读起来看，是水伫倒？你知影？拢山明水秀是咧形容，足水的所在。但是讲现代诗的写法是你讲现代散文的写法，你也无像，这个所在天地，讲山伊远的是啥物色，迄个是啥物色？树是啥物树？啥物树伊爱足明确写讲伊的重点是啥物？有鸟仔咧叫，啥物鸟足明确说，咱读者看着人就讲伊就是想会到，伊就透过这个文字就看到一把山明水秀的画。这个具体，这个形象，这个用具象的物件来写，对吧？你若讲我讲对讲因为一个修辞格，比如讲，我跟着梦想跑，我跟着梦想跑，就是这个转化来这个形象化，就是把抽象词，具象化，抽象词具象化，那梦想是抽象抽象，那我跟着他跑，就是安尼，甲伊具象化。伊个这个诗段靠有抽象的词、抽象词。我尽量我是较唔爱用抽象词，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让读者去想象。OK， 差不多我讲的就是，我讲较简单啦。伊这内底写就是以象表意，以外口的写形象的部分、具象的部分，表达咱心内的意思。就讲形象的虚实交换虚的是抽象的思想，实的就是落实的文字，高的是意象，比如我的心情像杯白开水，什么意思？我简单说，白开水什么？结婚对白正无味啊，所以我的人生是白正无味。开始我平常日我很重视心内就是白正无味。如果我平常日我的心情，像杯咖啡。咖啡小咖啡，我的心情像在喝麻辣火锅，
在吃麻辣烫，我即摆是做熟悉啊，伊辣，做熟悉。哦，开始我即摆做个新式，哦，像比如讲像较甜的，哦，像蜂蜜，哦，即摆新来，哦，真好味，就是安尼，哦，用湿的物件，比如讲白果水嘛，白果水就较可代表平淡无味，平价无味，即摆形容是安尼，哦，这是以虚弱实，开始就充实入虚个啥，就是甲迄个用虚的东西甲它变成湿的。虚也变做实的，然后趁到快喝杯失眠哦，伊个结果是咖啡，啉咖啡的失眠嘛，哦，咱就会晓想，例如即种个，哦，即个意思啊，哦，你讲我写过即上个简单很多字，哦，我做者较简单个上，哦，以上是诗的基础哦，足侪人。写诗吼，尤其是台语诗哦，足侪初写的人吼，因咧写吼，就是心内有啥物就写啥物，啊，拄变做白名，平台，平铺直述，啊，而且一线安尼写，安尼情形下变做啥啊？伊个意象无遐深，好像是一个器具的说明文。哦，要并说明概念化题，写诗上册，上册概念化。啥物大地方我写个诗啊，我只是家分纸安尼讲，伊讲斗倒来变做三个，伊就无写伊个伫内底。哦，除非是讲，伊即首诗，规首诗落来内底有一个足大个隐喻，伊是讲啥物？哦，而且是足明显广泛，啊无，你规篇拢写。煞过来，三文治来讲，安尼诗个味就较少。啊，当然你啊种规篇拢煞问，但讲你啊种后壁有足大隐喻诶主题就对了，讲着也算是一首好诗。哦，嘛算是一种好诗呢。哦，咱会当看嘛吼。伊内底所讲的是啥呢？我讲的形象语言，哦，比较不适合概念性，概念性的抽象语言。诗啊，这是教传一个老师吼。就讲咱台语就是安尼啊，诗歌我传遍啊，歹得出好字。哦，诗歌歹得叫做取舍。哦，比如是种，安尼起来是咱着第一要有处理性，第二种就有一种啊讲去了解，随你了解。哦，这文言咱头下大学创的，其中就是我拄则所讲的，我拄则所讲的，就是莫有概念化。不要有概念化的文字描述，因为诗伊是曲线，就是间接，伊是含蓄，不能够太露，如果有弦外之音更好，诗的讲是安尼，就是讲一句也好，几首也好，都会当，都可以，好啦，我个人创作我较大方向，我分做3类。比如第二类嘛，咱分做是社会第二是第三感情个嘛是亲情也好，亲情也好，友情也好，还是爱情也好，拢包括在内底。看两巴工可能我在座可能就是我讲我这比较知影我的过去，我较早是，我怎么算更生人？我较早少年囡仔较爱惹乱动，去做唔着代志，了迄种关。我定我关键在人家，我连做种17档，我2009年才出道，我2003年就家己学写台语诗渐渐佫小个参考好伊啊，所以无伊个讲我是台语诗家多，我嘛是认为袂歹，咱袂我谦虚落来，就是伊写到某一个坎站嘛对啊，我会去调，像讲，比如讲我2003年出家了2009年出家了，我从写诗写6档，写6、7档尔，我出家了，因为我一直咧参加文学奖，
安怎着种是咯？我伫咧2005年开始，一感觉内底我就去参加麻将，拢开始咧着种。你麻将，或者我做4分代理时薪，所以我伫咧2005年出发去做的时阵，12工钱，即摆应该算18工钱。我就甲家己讲，我即摆要死人每一张死出来，我一定要对得起外地的13个。我对得起我，因为算有一个光环伫。这算一种自我要求的写法。袂使讲我凊彩人，就要发表。我研究过无法种啊，出过40个，我即摆写4个，我就较真正爱讲着字字斟酌，就袂使凊彩人去。这是我的事。所以我伫咧前3本，我去年也出第4本，前3本，当时94拢是加到有关的。因为毕竟是我上届，就是我身躯起的环境嘛我上届了解是所以因为别人拢无种经历，除了正循环因为我是逆循环，所以就较好。因为无这个经历，所以伊就我也小加死。我有这个经历，所以我伫咧台湾界，我行出一条加到无有讲有句嘛，讲铁窗诗人和监狱诗人。后来，我刚开始我用意思拢伫咧较早我较早写，较早是比如讲，我的第3本是伊出，来以后迄阵伊是内底都是120首的3大诗，总共3大，而且伊是台语甲华语因为我加一个华语版因为3大占一我讲留白太多，我家己加一个华语嘛，再一页看起来，虽然讲是新的，来讲，较袂讲拢空的安尼因为这3大嘛，这4首是我其中伫咧2012年参加教育部评课员节奖，我就写了做第1名其中，因为我写24个3大诗，伊含年60转嘛，我写24万。这是这种的作品我摕其中来甲人分享。诗言欢，唱一句就要从生命线挂较长。这首诗是咱来报一个废除死刑联盟，废死联盟，因为办公室有即种，嘛是咱高中的一个意向书或者当时文艺应该陈世宪一下联盟的更严用废死联盟办公的我安怎去看诗言欢？诗言欢，要安怎用伫咧3句内底就3句内底要表达一个诗言欢。刚刚内底袂使有古多是绝对袂当因这是违禁物品所以你要考证。咱一般讲的，咱的转文填出来，其中一条是咱事业线、感情线还有生命线这应是其中一条。咱若挂较长的听讲伊即条较长的愈会顶愈长生命活较久安尼。听讲是安尼所以这个诗言欢就是家一条挂较长的，不能加外国，因为诗言欢就水是伊若定印了，就叫拍了，就叫清爽安尼。所以伫咧会当甲细讲用生命挂较长的，他也是渴望继续活下来。但讲他这个渴望，伊需要有掏产，渴望必须掏产这个渴望。伊袂当光明正大，我对生命有渴望，我是透过渴望，我也不敢光明正大，我要活下去，你不敢讲，讲袂出。这是我对诗言欢伊的心理挣扎的呈现比如早期，早期就是种，怪小怪天，假鬼假怪，家家的舞台剧第1男主角。早期敢拢知伊就是这样骗伊就是这样骗。家家内底有啥物是第1男主角？因为家家内底人嘛共款咧骗。伊中官做工课咧共管理，
威权制度真正，讲外口因无白色恐怖，外口内底还有白色恐怖，因为伊是威权制度，所以伫即个威权制度伊个管理时间，徐美玲伊到虚有时，我感觉是中官你讲个都对安尼，我会做你个话你个面去做，拢有钱啦，嘛是做着歹代志，社会内底咧投资，所以。我想摆面去对结摆，这是虚假的、虚伪的，伊是来来是第二男主角，这是其中就是即个怪啊，即个题，我用即个题，来讲诈骗，内底共款，徐元林嘛是共款啦，毋呐诈骗犯尔，内底是问逐个人结摆，中共犯伫个家家内底应该是不成文的一种习俗啦。你也知影这是中共犯的，阮内底叫金蕉的，犯金蕉的，犯金蕉的，伊这算一个江湖的保卫啦，台湾内底的话犯金蕉的，即是强奸犯，强奸犯就是一种行为，中国嘛对因比较不屑，初啦，即摆看有较民主化，尤其是咧做被告的时候，你也去受免认，因为你也先拍官司嘛，伫个法律所拍官司拍一站了后，你靠过来加减一下，所以伫看守所会向是，然后伊也过来加减一下嘛，就骗袂啊，因为人民讲偏偏拢咧关啊，无必要安尼啊，因为拢知影讲伫个所里面就叫受理到刑事时啊，过来这就较袂甲受理，只是。有一寡较好的课，讲较好的工课来做，会去叫做，较硬的工课会去叫做，会尽量讲找伊歹做无，或者叫人去做，互伊少去做安尼。我包括人安怎修理呢？前捌看着一个诊所，叫伊鼻啊，两张鼻啊4分，喙开4分一直一直请一直老过来。我到训练分家己花伊来，袂行袂摇，规伫遐，内底会甲修理嘛，规伫遐，行袂拖条把着，看着就把着，就叫伊规伫遐互修理，这是我亲眼去看。我开始咧学文拍了，想讲即个领域的问题，我做做。所以像即个故事，我捌用线文方式写，安怎去做方法？我用线文写，至于讲，我目前还袂出线文一个，我用出时就来做。线文是爱个建立一个方式出。就讲无穿裤的无有影子，连有影光走吧，立国台。有影光电视，咱较早咱讲，咱初地公庙啊。有影光伫个路边安尼，咱是较早因为东山过来遐路放卡，应该是，若真无错好对吧？就是饲了无有影子，用少年管有影光管，切无有影有影光所以你也看，无穿裤的无有影子，就讲即个中共嘛，以后连伊甲遐管有影光伊都无想要管伊啊，走到你个开。走到你个发来走到足紧安尼即个来讲就讲伊内底足无人个，但拢会去来修理。司法犯、制度犯，制度犯我伫内底看足侪啦，甚至讲我即摆伫外口我敢若招工去，我会感觉即个制度，我看会出来，讲袂出来，因为伊有种形体啦，讲形体讲袂出来，讲形体。我知影，因为我本身无食到，所以我用比较来讲，因个即个毒瘾发起是无艰苦，我体会袂出。但讲我是听内底人讲，是狗仔就客话，种感觉，拍困袂去，所以在我认为你若要食到个对，你才能交。
灵车甲警车咧溜大线，离到过这个夜无都在发生。灵车就载死人，警车就载犯人。哦，你若要食到，你若剩死甲关这两条路，哦，啊，伊这两边溜大线，咧把着，哦，把。离到过夜无你要辩护，辩护一般因的形象吼，很特殊，因的形象会刷出一个类似雷达一种信号，拍着边了，回来，所以夜无伊一个 A 伊往回去弄着边，但讲报警去啊，离到报警，所以伊就来弄边，我有啥物用夜无呢？就大烦恼对啊吼，就讲我伫看人伊个大可能无个。无啥咧做，算啥，就是安尼，后头夜无迄个面，转夜无差不多，所以我讲，你再讲什么呀？爱讲，伊个袂个化休就是加油啊，两边咧打仗，伊个袂当食，因为伊人无力，死，伊脾气就是安尼。所以我看是正在吸毒，你若算应该就迄个无啊，就无伫即个内底。